完全係歧視新移民。蘋果認出錯，林奮強冇歧視新移民。錯就要認。我哋尋日頭版報道，林奮強上個星期出席論壇嘅時候，話佢歧視新移民。佢下晝出席公開活動就主動回應。我哋香港紅金50咧，我哋差唔多2年啦。我哋做嘅所有嘅研究，講所有嘅嘢，寫任何嘅嘢，都係全部好透明、好一致嘅，從來冇一樣嘢係話我哋歧視新移民嘅。佢對報道表示遺憾，仲即場播出論壇嘅錄音做證明。我完全係歧視新移民，嚟到香港嘅法律上，啱啱嗰人就寫得份公文。同埋我哋因為明白到嚟香港嘅新移民咧，後邊嗰個支持唔夠啊，咁我哋好希望咧，尤其是佢哋嘅細路仔，擺多啲資源嗰度，等佢哋同香港嘅細路仔會同一起跑線。蘋果日報尋日挨晚發聲明，承認報道出錯。總編輯張劍虹聽過錄音之後，認為林奮強的確冇歧視新移民嘅意思，鄭重向佢道歉，但係強調蘋果絕對唔係作新聞，只係記者聽唔清楚。